的？你之前说要杀谁来着？以木御火，道友，你是疯了吗？天生之木，欲火更坚，更何况你这阴邪之火！原来是炎伏木的支差，你这家伙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不过还没完。生人练鬼，无伤天和。此乃天都摄魂阵。道友杀孽太重，老夫替你消消戾气。